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耶稣为着耶路撒冷哀哭。耶稣洁净圣殿。路加福音第19章41节到48节。路加福音19章41节。耶稣得要到耶路撒冷，看到城，就为着城哀哭，讲：我实在真爱你，今仔日知安怎才会行往和平。毋过这个事现在对你牵地，互你看袂到，因为日子得要到，迄时你会对敌围伫你的周围做土堆包围，对四面甲你攻击，因为将你甲你城内的人民全部毁灭，无留两块石相塔，因为你看袂出上帝拯救你的时机。耶稣入去圣殿，就起手赶遐个卖物件的人出去。伊甲因讲：圣经有记载，我的厝应该是基督的殿，恁煞甲伊变做土匪仔窟。耶稣逐日伫圣殿教示人，祭司长、经学教师甲人民的头人一直想办法要害死耶稣，毋过找无法度，因为众人拢真注意在听伊的话。默想，耶稣用2节旧约经文来责备伫耶路撒冷做生意的人。头一段经文伫以赛亚书56章第7节，我的圣殿要成做万民祈祷的殿。第二段经文伫耶利米书第7章11节，恁掠准我的圣殿是插手遐。圣殿是敬拜的所在，煞变做买卖的所在。耶稣一方面在责备遐个做生意的人妨碍外邦人来敬拜上帝，同时也是责备来圣殿的人拢在做生意，无心敬拜上帝，人教心无教，生命无真实的悔改，叫是来遮过节献祭，上帝就会赦罪享受平安。是安那会伫圣殿做买卖？迄当时摩西律法有赎罪祭，原底是要互人发现家己得罪上帝，违背律法，想要忏悔的时阵，会当用精生的血来替赎。因便甲耶稣的时代煞变一去，人敢若甲圣殿买精生来献祭，罪就得到赦免。买卖趁钱的行为，扭曲献祭的本质，也无采上帝的恩典。想看觅，咱来甲教会的目的是啥物？敢有其他的目的藏伫内底？咱三脚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帮助阮，逐摆来甲教会敬拜的时阵，无甲教会当作是插手，诚做利益交换的场所。若是咱无真实的悔改，真实来甲你的面前，搁较敬拜奉献，嘛是空空。求主赦免阮来甲教会定定无专心，头壳所想的拢是做生意、趁大钱，甚至是交朋友。这路毋是敬拜你该当爱有的态度。求主赦免，互阮悔改。阮安尼祈祷，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免。